来看国内消息，大家镇南宫的妈祖要伫4月2日暗时起驾，进行9天8暝游境进香。进前庙方提供大家买 App 或者信众随时掌握乱桥的位置。今年更加推出新功能的自动断卡，替这信徒记录落来，表明讲袂记的断卡，专程行刷会使依照记录得到证书，可以当参加金妈祖的抽奖。 大家镇南宫的妈祖，逐年起驾，拢去引着几十万的信徒对着妈祖的銮桥做回来游景。今年嘛是同款，庙方事先就提供妈祖的 App， 用卫星来定位銮桥的位，方便信徒随时来查、随时对。今年增加新的功能，自动断卡，信徒若是抓这个 App， 听说就会根据手机GPS 定位的系统来自动断卡。 绕境护照里面呢，会显示每一天可打卡的庙宇的资料，也都有表定的时间，是预计要抵达的时间。那我们在这个预计表定的与抵达时间的前后8小时，也都是可以打卡的时间，都是要绑定 FB 才能知道说这个是你本人。庙方表示，妈祖游境沿途已经过186间宫庙，信徒若是到宫庙的附近500公尺以内 ，App 就会自动断卡。好处就是避免信徒行路行到伤忝，袂记断卡。 断卡的目的就是你只要完成100%游景的行程，镇南宫就会颁发证书甲纪念品，阁有参加金妈祖的抽奖活动，总共有40尊，每一尊的市价拢是上万块。每年都上百万啦吼，不管是海内外，还是讲咱吼咧全省真侪有诶，只讲伫咱这个较远无度来，拢会当时时观赏着咱大甲妈。 另外，大家买 App 嘛增加即时录影的功能，透过妈祖銮桥的镜头，无法度亲身参加游景的民众，只要拍开 App， 就会当看到銮桥附近的影像，利用科技伫咧线顶做回来游景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